下也曰在提，百曰何其欲，下且曰在瓦，辟曰何其欲，甚且曰在始，逆。东郭子不应。庄子曰夫子之问也，故不及直。正或之问于监视履兮也。每下欲况，汝为莫比，无乎陶物。指道若是，大言亦然。周天贤三者，一名同时，其之义也。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，13山坡母子离，乃不得已。黄母训子10戒，1戒亦当初天未分，混沌未判，妙明明无人，我空空一团，96亿元佛子先天同具，无忧愁无烦恼，自在安然。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，随母来随母去，不离身边，极乐国任逍遥，随意玩耍，乘青龙跨彩凤，无量尊严，不惧寒不惧暑，无数无还，无阴阳，无对待，至理纯然，暇无事任遨游，先天妙境门卷来，或下棋，或将琴弹，吃的是仙桃，点琼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，仙衣仙山，老母娘的心声。2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，静静而应通，万法万类根源，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，我命七佛治理坤乾，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，又待至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，升为天盘部，至星斗浊气，降凝为地土海山川，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，万类生全，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，无极静态及动狂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。3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，生一生二又生3，一本散万殊哉，自无入有其奥妙，是神天意难尽言。天即成，地即立，万物其北东土，无人焉，缺少女。